各位同學、各位朋友，大家早晨。今日係2025年10月18號嘅星期六。咁而家又係回顧翻上個星期13到17號啦。我哋經過咗前一個星期五嘅大跌，驚濤駭浪嘅一個星期之後，下個星期究竟係升係跌呢？咁我哋循例都睇埋其他資訊，到最後再翻嚟睇我哋嘅恒生指數期貨。先睇美國三大指數。仍然困住呢個頂，假穿跌落嚟冇穿，牌面上咧對好友都仲有利嘅，因為呢度守到個雙底，守到雙底就唔會試呢個低位，呢個低位就即係呢個上個月嘅低位，再跌穿仲有一個低位包住，即係話如果入翻嚟500樓下，先至有機會調整深啲。如果守到呢兩個位咧，一係就仍然區間上落，一係咧就有機會喺呢度上落，甚至乎樂觀啲係咁樣。不過暫時要爆呢個頂咧，我又唔敢咁樂觀住，咁可能都仲係區間上落先。即係上呢個道指咧，就係仍然喺度好淡爭持，等待突破。S&P 一樣大陰燭之內，困咗喺大陰燭之內裏邊。不過仍然係有兩個底，一個區間呢個上個月個頂，呢度上個月個底。即係話，如果跌穿呢兩個位，先有機會落嚟試6443或者6360。如果唔理呢個6443咧，可以拎走佢，直頭落嚟試6360。如果跌穿6550嘅話，但係形勢上咧行咗5日陰燭多過陽燭，到最後都上翻嚟6656。希望好有努力啲喺呢個區間度上落。唔好喺呢個區間度上落，令到佢有跌穿底嘅危機。咁啊，暫時只可以講 S&P 同埋道指，只可以講勉強嚟講叫審慎樂觀。納指係比較靚嘅，因為呢度起碼陀螺得嚟都仲係陽燭，做完雙底，明顯多個好靚嘅底。尋晚仲上翻嚟呢度，如果突破到呢個22801，即係上個月個頂咧，即係有機會挑戰呢度。再樂觀啲就係咁，不行嘅。最多係呢個區間，呢個區間，呢個區間度上落，咁啊仍然暫時咧都係審慎樂觀先，唔好諗住佢破底咁悲觀住。當然啦，而家嗰個市場好多時一句說話，突然間無論幾好嘅市場都可以逆轉咗，變咗短暫向淡，或者無論幾差嘅市場，一句說話可以即時由差變翻好都得嘅，即係大家要留意下嗰啲資訊之餘，再睇下市場嘅大戶。好有大戶，淡有大戶，點樣去演繹個市場，俾大家乜嘢資訊啦？咁啊，美國三大指數暫時係審慎樂觀，上證就出咗支大陰燭，星期五，咁但係仲守到3723、3764，一日未跌穿呢兩個位咧，就唔敢睇佢太淡住。咁即係話仍然喺度好淡爭持。上證就嗱啲金咧，呢度出現支大陰燭，星期五昨晚又出現啲大陰燭，嗰個波幅呢支陰燭。個波幅仲比呢度大嘅，咁即係話如果星期一翻嚟，我哋未知佢出陽燭陰燭，只可以講如果星期一都出翻陽燭嘅，守到呢兩個底，最多就仍然喺呢度好淡爭持，等待破頂或者破底。但係無論出幾多陽燭，都破唔到呢個頂，跌唔到4400，而竟然又唔知點解跌翻轉頭穿呢兩個底嘅話咧，佢就會落嚟試呢個4100，4100應該頂唔住嘅。呢兩個大支持位4000同3900，咁就要睇下跌翻轉頭之後，究竟4000同3900有冇支持力？如果有，都仲仍然喺上區度行咧，最多係4000同4400呢度度行。但係如果連3900都跌穿埋咧，呢個4379.2咧，有可能係2025年嘅最高位啦。咁就下個星期嘅走勢係點？再下個星期做功課，先同大家去再估計。暫時形勢上咧，有轉淡嘅可能性噶。當然，如果萬一真係好有守到呢兩個位，連4100都跌唔到落去，唔好講呢兩個位啦，而再升爆頂咧，咁大家就要再等多一陣，要喺個高位度再等多支咁勁嘅陰燭，或者更勁。呢度100蚊度，呢度大概197、200蚊，可能要有一支 over 200蚊嘅陰燭出現咗，然後先至真係到頂回頭啦。咁啊睇下。過多個星期之後，下個星期翻嚟做功課，就應該有比較明朗嘅線索去睇啲金究竟係繼續創新高，定已經到頂翻轉頭啦。
我哋啲股票全部暫時嚟講都唔靚嘅，陰燭多過陽燭，險守68591，呢個係700。騰訊、阿里巴巴兩支陰燭，唔知會唔會做雙仔跌穿就15014.3.9或者128.1，又係唔靚。1810就更差，跌穿埋個50蚊，收喺50蚊樓下，得返一個支持。3690終於試穿埋個前底，不過未縮翻上嚟，仲係大陰燭。嗱，牌面上全部都唔靚嘅。9618暫時有機會做雙底，388一路出緊陰燭，5號仔都出緊陰燭啦，全面都陰燭。如果我哋直線思維咧，呢度全面應該向下，咁我哋個期指如果呢啲股票都跌啦，點能夠升咧？但係唔係喎，尋晚嘅夜期大反彈嘅喎，由嗰個最低位反彈到去接近嗰個尋日個頂喎，最低反彈到25898嘅喎，即係話如果呢堆股票星期一係出陽燭嘅話咧，全部有機會做 V 型反彈嘅。700如是，阿里巴巴如是，因為做緊雙底。小米就算反彈，起碼止跌先，因為佢唔上唔翻嚟50蚊，唔敢咁樂觀住。3690能夠重上100，有機會 V 型反彈。如果出大陽燭嘅話，9618都係因為由個頂跌落嚟，係爭一支大陽燭，去令到佢哋起死回生嘅啫。咁所以基本上星期一同星期二兩日都唔見大陽燭咧，大家對啲好友可以死心，佢又要落去試，繼續試底啦，睇下可唔可以出到大陽燭。星期一或者星期二，我俾2個時間佢哋。咁如果係咁嘅話咧，即係暫時嚟講有機會好淡爭持，所以今次我哋呢個圖表上嘅話咧，同之前唔同啦，因為日市最低跌到141，接近星期五。星期五咧，上個星期五係高到嚟呢度嘅24968，即係大概25000。但係呢個月反彈曾經試過最高位26089，曾經升上26000，咁即係話而家變咗26000、25000同埋27000。呢度喺度好淡爭持，27000、26000、25000。如果星期一翻嚟好友竟然真係開到喺近高位，仲再次升破呢兩個頂，連嗰個26096都升穿埋嘅話咧，即係話有機會升穿呢個位，上嚟試250、500或者750，樂觀啲，即係有機會試呢一區。但係如果不幸咁樣反彈，連個306、605，即係連個25250都跌唔到，已經由呢度再跌翻轉頭嘅話咧，呢個底穿得咧有好大件事噶。因為如果穿得141，連上個星期五個夜期嘅底都穿埋，佢就會落去直試24500至到24000，即係話落去一試嘅話咧，最少是呢堆嘅支持區啦。所以無論點樣反彈，呢度都仍然係反彈。反彈要點樣先有機會唔失呢兩個位咧？要破到呢個頂先得。但係暫時你話要破呢個頂咧，我又唔敢過分樂觀。咁反而睇下佢呢度。如果咁快已經可以 V 型反彈咧，入得翻嚟呢個區間咧，先同緊佢再次挑戰27000。就算呢度做頭肩頂、雙頂跌翻轉頭，到時再算，逐步去睇。今日嘅線索就係俾到大家咁多，睇住個26000暫時好淡爭持位，25000係支持，27000係阻力，跌穿埋25000，因為個市跌緊咧，跌穿埋25000都跌咧。最低消費見24500，甚至24000穿24000都得。咁啊，如果俾好友托得住喺26000唔跌嘅話咧，起碼同景下佢反彈先。好，今個星期功課到此為止，希望都幫到大家。下個星期預備下個市應該向上行、向下行，或者仍然係喺26000到25000呢度反覆上落。